来看中华历史建筑宝岛郡守官舍，伫2018年转型做中华关228人权纪念馆。除了展示228事件相关史料，也举办各种人权教育。纪念馆今年以官舍历史、以讲儿童人权加身心障碍人权这4个主题落去做这故事箱啊，希望透过活泼的故事内容，互大众来明白人权的议题。学员认真听老师说明讲故事的技巧，所落来动手做故事相关的角色，替水家画色水，有青的蓝各种花草来代表社会上有各种不同的族群。这是中华关228人权纪念馆举办的故事箱培训课程，甲一般绘本无同，是用立体故事箱来讲故事。咱今日上课的主题是关于咱的身体可能有小可无共款的这个人，就是身心障碍的伙伴，因为咱有角色。咱嘛有背景，而且咱内底阁有做者关于咱的身心障碍，也是咱的移工相关的法规，都会使互大家知影。中华历史建筑宝岛郡守官舍，2018年转型成做中华关228人权纪念馆，内底展示侪228事件相关的史料，嘛有推动各种人权教育的计划。纪念馆今年选4个主题落去制作故事箱啊，嘛来培训讲故事的技工。第一个是这个宝岛官舍的这个历史的研究，第二个是渔港的故事，第三个是这个儿童的这个人权吼，第4个是这个。身心障碍这个故事安尼，总共有4个礼拜吼，总共有8个这个课程。关于这移工行业的身心障碍的人权问题，目前嘛是拢愈来愈重视啊，那嘛是讲会使，互大家拢会使理解，尊重的心来，互咱这个社会更加祥和。主办单位表示，人权故事箱会伫10月开放参观，时到卖安排志工导览，希望透过行动活泼的讲故事活动，互大众认捌人权议题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